逐当的4月到5月是屏东垦丁选鹅放卵的季节。昨伫垦丁后壁湖顶5个所在办清气海洋的活动，加强清出大约30公斤的粪扫，希望罐甲塑胶粪扫上侪。海洋之港下场到水底，加条填伫选鹅顶罐的粪扫。每当4月到5月是屏东垦丁选鹅生卵的时间，垦管处海洋之港等单位预备伫后壁湖顶5个所在近海清出大约30公斤的粪扫。这一次的进海总共有来自全国北中南113位潜水好手，总共清出了30公斤的垃圾，其中以绳索、渔网、铁铝罐、塑胶等最多占了一半以上。除了清粪扫，因为垦丁有美丽的选鹅生态，同款参加近海的选鹅合会，这几天嘛针对附近海域选鹅的生长状况做了解。藻类的鱼变少，比如说我们在海里现在看到莺歌鱼都变少了，可能过度的捕捞了啊，可能是污染啊，或之前的白化所造成的死亡或怎样，它的覆盖面积变少。当覆盖面变少，就藻类就会长上去了。唔拿水下生态改变，垦丁每到到假日都有真侪游客。长期净滩近海的志工嘛表示，虽然这几档保育观念提升，但也是有部分游客乱抌粪扫，恐惊影响生态。都是保特瓶，或者吃完的奶茶啊，或者是他不经意掉下来的塑胶袋啊，最害怕碰到小 baby 的妈妈把他的 diaper 就往海边，那个最可怕，那粘在那个礁石上。屏东花东顶沿海今年拢会定期净滩净海，垦管处甲志工呼吁游客钓客唔通将粪扫还是废弃的渔具留伫海边，因为台湾虽然是海洋资源真济海岛国家，但是唔是会使永续发展，还是爱靠民众对根本上共同维护保育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屏东报道。